今次嘅實驗需要幾種能夠發出唔同顏色嘅發光二極管 LED， 包括有紅、橙、黃、綠、藍、紫同埋白色，仲有二維光柵。利用二維光柵去觀察發光二極管，所有繞射條紋都係由觀察者用同一光柵喺距離光源相同嘅位置拍攝嘅。記住要熄咗室內嘅燈先至會睇得清楚。試留意一下唔同顏色嘅發光二極管嘅繞射圖紋嘅分別。邊一個顏色嘅圖案最大呢？你知唔知道點解啊？用唔同圖案嘅光柵可以見到唔同嘅條紋，呢啲咁得意嘅圖案都係繞射圖案。試留意一下圖案裏面顏色嘅分佈。